讲到本土疫情，这个各县市拢有真侪确诊者，即马连国防部嘛有5个人确诊，即包括外包商甲军职人员，所以讲呢，已经紧急启动应变的措施。 外包商的驻点人员因为同住的家人确诊，经过核酸检测以后是阳性，同一个办公室的人员检测以后，另外有3员阳性，目前都已经入住检疫所隔离，扩大匡列126员接触者实施 PCR 检测，结果有1员阳性。 目前辖区已经完成消毒相关的接触者呢，每2天要做一摆快筛。另外，登去辖区进前，嘛要爱 PCR 检验阴性，才会使入去辖区。同时嘛，采取分流甲分区，避免讲有搁较一人去围着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